如果你炒咗個波子，第一時間記住要先影相。如果少嗰張相嘅話，我真係唔知點同你哋解釋。佢出過7萬幾蚊保險，呢度都換過，但係佢可以喺呢度出現，因為係過咗查博士第三方嘅 2.9T 嘅機器先賣50幾萬，正路嘅配色。個戶數都唔係多到爆炸，過3次戶咁解嘅啫。張單選完配置都130萬嘅，賣咗2年，唔係我賣咗2年，同行賣咗2年。20年上牌97000公里，睇56萬8買到嘅 2.9T 係咩成色啦？波爾多紅龍好多人追，但係到咗大米數之後，重點關注呢啲吓。咁啊，唐太好彩係碳纖嘅，所以就得39點位有磨損，只要好好地洗乾淨咧，可以好容易還原靚靚咁啊，門揸手位啦、門板啦。成色都可以 ，pose 應該係標配嘅。咁啊，仲有啲頭枕壓花啊，仲有360度環車影像咧，舒適進入啊，咁埋電級門嘅。呢個後排真係冇點被錯過嘅。如果佢作為一部家庭主力用車咧，包括中間呢塊皮啦，呢啲囉柚位咧，早就巢過你屋企樓下嗰碟腸粉噶啦。睇使用磨損就肯定唔可以錯過尾箱啦。嗱，睇下呢啲位。係花噶啦，大佬9萬幾公里，不過整體裏邊咧仲算乾淨企理。嗱，你睇翻呢啲位啲膠板咧，冇花到嘅。21寸嘅 RS Spider， 即係你哋講鳥巢拎啦，使咗錢嘅。咁啊，仲有呢個細花白嘅油漆啦。嗱，你睇唔睇得出呢塊係換過嘅？呢塊係原車嘅，7萬幾蚊保險，你咪以為波子可以整好多嘢 ？PDLS 咁個波子燈咧，原裝選可能就3萬蚊一對。你出險換嗰陣3萬蚊未必買到一隻嘅，人哋賣2年，係因為咩價要賣咁耐我唔知，我賣56萬8，要賣幾耐呢？